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目前是武汉病毒疫情，还阁是敢若是无要停止落来这个款式。所以咱犹原要继续透过 YouTube 来做这个网络的礼拜，所以恳求主来纪念，愿意将这段时间分别做成的兄弟，但今仔日网络的礼拜。 咱就要来开始了，所以大请请咱同心做来祈祷。你的手牵着阮，行过茫茫暗暝路。 你开光明来临，主耶稣，你的手牵着阮。Your hand guiding me, leads me toward the Lord at night. Darkness fills and bright lights are arrived. Jesus, your hands guide me. 你的手，亲阿爸，必须牵着阮，恳求你来牵阮的手，行过茫茫。 我会当行过茫茫渺渺暗暝的道路，人在我来离开这个活红，主耶稣，阮所有的光你的手，紧紧来牵着阮。主啊，因为病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Leads me to the Lord. 求主来加添我的气力，透过我会当继续行落去，所出的规律路。求主来保持我平安，一切颂赞荣耀拢归伫阿爸父上帝。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当迄时，有几若人伫地，将加利利人的事甲耶稣讲，就是彼拉多将因的血掺伫因的城内。耶稣应讲。 因为这加利利人受这号的害，恁拍算因比种加利利人较有罪吗？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亲像安尼灭无。也是迄18人，互西罗亚的贼做落来第4个，恁拍算因比拢总。 徛起伫耶路撒冷的人犯罪较重嘛？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恁要照安尼灭无。伊就说一个譬如讲，
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内，就来迄丛找果子，找无。伊对果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拢找无，就甲伊撮起来，咱就留这定位。”果园的应讲：“主人，今年请阁甲伊留1年看卖，我来甲4块围骨松阁落肥，明年若结果子就好，若无则甲伊撮起来。”第二位的圣经在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耶稣行过时，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伊的学生问伊讲：“rabbi比，这人出世就痴迷，对治罪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父母啊？”耶稣应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属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第3位圣经节记载伫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这个事拢已经听了啦。结尾就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招庇本分。因为见所做的，甲一切稳捌的事，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这是上帝的话，阿们。这代表来学咯，天边云顶真正大。天边云顶真正大，日日在运转，无论风雨也变静，伊拢在作伴。咱着孝顺伊的话，日日应付出，灾害艰难变做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变情，伊拢在作伴，咱着孝顺伊的恩，日日应付出，灾害艰难变做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福气有遐尼大，咱着为啥入心？何必得拢总相共欢喜？何必得拢总相共欢喜？弟兄姊妹平安。最近伫这个网络顶悬，有出现了一个身躯穿满衫的这个宣教师，伊对上帝来领受一项这个任务，就是上帝爱伊用12日的时间，伫10个城市来宣告悔改信息。头一个城市就是旧金山。
所以就大声喊话讲：旧金山就爱悔改。主要所基督真紧就要过来咯，你就要谦卑，免得上慢。塑造伊也指出，这个旧金山有真济这罪恶，佮一摆爱因来悔改，佮因为这个真神上帝。那么10个城市拢无修正这个罪恶，拢总是爱因来悔改，免得上慢。伫这个旧约圣经记载，先知约拿也捌领受到这款上帝这个指示，爱伊去尼尼微城，向遐个百姓来发讲，爱因来悔改。那随往约拿第2遍，才顺探着上帝这个吩咐，所以等于一宣告上帝审判了后，尼尼微城人拢穿这个麻衫。谦卑伫上帝面前，切切来认罪，求上帝赦免。所以上帝看到因真正谦卑，也离开因的罪恶，上帝就撤销对因的审判，无敢有这个灾祸来消灭尼尼微城。咱这个世间的确是充满着真济这苦难，每时每刻。拢会发生遐个特殊的灾祸甲不幸，所以每当咱咧讲哦，好佳哉，我毋是迄个受害者的上时，咱是毋是也伫想讲，为什么灾祸会发生伫遮个人的身躯顶呢？是毋是遐个人做什么欠会道德的代志呢？还是犯着袂当饶恕的罪恶呢？意思讲，这场的灾难。会发生伫因的这个身躯顶，所以最近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爆发，已经是叫做全球性的这个瘟疫，全地拢在呼求被上帝施恩甲怜悯。那么面对这么大的这个灾难，咱检采袂禁入要问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哪有安尼生啊？咱徛伫基督教信仰的立场来讲，检采有人会问讲，即摆即个疫情瘟疫，是毋是对上帝遐来刑罚的嘛？遐会得到病、感染、死亡的人，是毋是比咱较有多嘛？所以今仔日即个圣经上有提到2个所在，甲即个生死有关的即个例。头一个例就是。加利利人伫圣殿里献祭敬拜的时阵，伫这拢无封闭的下面，忽然间，互这个彼得都甲因杀死，并且将因的血掺杂伫因的这个祭面内底，这就引起犹太人的质问，讲是毋是伊有什款的罪恶，上帝才安尼来刑罚因呢？第2个呢，就是伫西拉楼倒坏的这个悲剧内面。当时耶路撒冷的南边甲东边的这个城墙的中间有一个水库，名叫做西罗迪。这个城墙的顶面有一座塔，后来这座塔就倒坏，地死18个人。所以犹太人搁一摆会问讲，这个18个人是因是毋是比其他人搁较有罪呢？咱咧最后说对这2方面。要来帮助咱去理解这个塔倒坏的这个事件。头一种的，就是讲道德式的这个看法。若是抱着这个道德式的看法的人，认为你若是顺探上帝，上帝一定会赐福互你的，互你幸福嘛，并且应允着你的祈祷。总是如果你若是种代志拢无顺利。也是你的祈祷无得到应允，当不幸的代志佫发生伫你的身上，安尼你家己本身一定是有出什么问题，或者是讲犯了什么罪，你无去悔改。总是当有这个好代志发生的时阵，人总是会去想讲，要将一切这个功劳归伫家己的身躯顶。所以一旦你的人生开始出现着这个无顺利，当一切拢在崩盘的时，人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讲，
我一定是做到什么歹代，才受到这样款的这款的这个幸运的。所以当这个塔倒坏这种的苦难临到因的时阵，有人会讲，遐个被倒落来塔底死的人，必定是做唔对的代志嘛。那么第二种就是当这个塔倒坏这种苦难临到因的时阵，有人会存着迄个怀疑的态度，是要去理解整个的代志，因袂将这个责任归咎伫遐个被底死的人，就是因会埋怨着人生的不幸，因会埋怨上帝无仁慈。头一个人将这个责任归咎伫迄个底死的人的不幸，后这种的人就是将这个责任归于上帝。所以咱的主要所讲，这两种的看法拢总是唔对的，受错误的。但是主要所问因讲，恁认为一个人受苦是因为伊罪有应得的嘛？伫约翰福音第9章，主要所记录，看到一个生来就是生命的人，所以好像就唔主要所讲，入边。这个人生来就是生命的，是什么人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伊的父母呢？咱就主要所回答讲，也唔是这个人犯罪，也唔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伫伊的身上迄出上帝作为来。主要所记录的意思就是讲，恁掠准遐个人受害，是因为因搁较有罪嘛？我甲恁讲，唔通偷偷仔伫欢喜，上帝并有将恁应得的报应互恁呢？如果上帝若是按照着咱应得的报应来对待咱的时，我甲你讲，今仔日就无人会当坐伫这个所在来看 YouTube， 来听罗牧师的讲道呢。因为咱拢要伫上帝愤怒受气的面来灭亡。最后说过一摆，显明一寡。迄个咱无愿意相信的代志，情愿要去相信一个默默有恩典、较慈爱的上帝，因为咱并不是遐尔真歹呢。有真侪人讲我着我家己非常的自私、真骄傲，所以上帝就无倒来听你。现在那就是合情合理的想法，总是咱却无法度去相信，虽然咱已经做到遮歹啊。上帝也阁是在听咱的。如果你若是真实在来省察家己的内心，现在你会发现，上帝无欠咱心怀呢。一句话来讲，你可能比家己所想象阁较亏欠，阁较罪恶阁较重呢，根本是不配上帝听的。只有当你看到家己是何等的败坏的时阵，你才真正会当体会出上帝迄款无比的这个宽容甲仁慈。除非你了解家己是何等的罪恶极大，也明白上帝恩典是何等的伟大。若无，当生活真顺利的时阵，你会微微仔伫偷笑，却毋是充满着喜乐甲感恩，总是你。若是去遇到逆境的时阵，你的心情会破碎甲无法度去处理生活中的这个痛苦甲困难，却毋是充满着毋茫甲吞论。所以最后所讲，毋通批评遐个被底死的人，也毋通怪罪伫上帝遐，着怨恨社会的代志以及世上的这个罪，社会的代志甲罪。互这个世界变甲哩哩啦啦。创世纪第1章，希伯来人用希伯来文的圣经来讲 ，Bereshit barat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就是阮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敢是创造破病的嘛？那么上帝敢是创造死亡的嘛？还是上帝是创造战争的嘛？还是上帝是创造迄个素养的嘛？
拢总毋是，因为一切拢是因为世界远远离开上帝的结果，才引起这个困难。咱的主要所上面甲咱讲，毋通抱着骄傲的态度去责备遐个人，讲遐个死去人一定是做到什么款的歹代啊。另外一方面，主要所也爱咱，毋爱咱去责备上帝，讲上帝是一个冷叽叽、真无情的这个上帝，咱毋通安尼讲。主要所基督拄拄伫向遐个无做着苦难的人讲。亲像咱即款活伫即个安乐死的人讲的一样，咱的主要所讲，当你的生活伫顺境、无烦无恼的时阵，你的属灵活命拄拄是处在伫非常危险的境遇内底，所以恁若无悔改，拢会持着安心来灭亡。上帝所要讲的就是，咱的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伫生命中无去拄到任何危机的人。伫咱的生命中最大的试炼，就是伫咱的活命中毋捌去拄到试炼的人。所以生活伫这个温室内面的人，绝对是挡袂牢现实的这个环境中间的这个风吹雨拍。现在有人无同意，伫这个苦难中，伫这个困境的中，信心才会去受到这个考验。毋过有真侪圣经在拢有伫讨论到这种的情形。咱的最后所捌警告咱，就爱小心，爱细致，因为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就是发生伫生活真顺利，当你无烦无恼，当这个风平浪静时，要来临。其次，咱的最后所嘛甲咱讲，当咱伫这种安稳舒适的生活中，咱就爱做甚物啊？你敢知影耶稣基督爱咱做甚物？咱的主要所以讲，恁就爱悔改，恁就爱悔改。如果你若是捌做过一寡这歹代，比如讲讲白贼啦，还是拐骗啦，还是偷窃、抢劫，那么你当然爱悔改啊。总是这一切拢毋是真正悔改的本质。那么罪的本质是用家己来代替上帝，罪的本质是互家己甲别个物件来占掉上帝应该有的这个地位。罪的本质就是互咱家己叫做家己的救主，叫做生命中的主，还是创造另外一个上帝。所以，当一个人处在这个顺境的时阵，是最容易用家己来代替上帝。所以，若是用福音做基础的悔改来讲，我的罪债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并无活出这款的这个活命来。我是要活过家己的表现以及好的物件来赚到这救恩。我照着这物件来证明家己真正是高，真正是了不起，所以我并无活出疼。伫我的活命内底，却是充满着忧闷甲骄傲。对于互主耶稣基督，这个我唯一的愿望，若无我就要来灭亡。所以只要你若有明白这点，迄个无花果就是悔改所带来这个甘甜的果子，伊会通伫你的活命中来成长。总是你若无悔改时，拢是要安尼来灭亡的。所以只要你愿意悔改，一切拢通来得到医治，也只有你承认家己需要来受补，一切拢通受补过来。你叫我明白嘛？就是这样简单呢。只要你肯认错、悔改，任何错拢通改正、弥补过来。所以拄拄亲像为什么属地的这个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内面所讲的这句话，讲无罪小可就无教业被定罪，也无有这个罪伤大就通互真心悔改的人永远被定罪。互你的活命的果子充满着真心来悔改，所带来这个甘甜，充满伫这个用福音做基础的这个悔改。尤其是这个生活真顺利的时阵，咱更加着爱安尼做才对。
所以天灾人祸往往是对真侪因素所来造成的，但有一寡是通去避免的，所以有一寡呢，确实无奈何的，你就要去接纳。当我线接落来，咱来最后所记得用一个譬如来解说悔改的重要性以及稳定是有限制性的。主讲，有一个人将一丛无花果树在伊家己的葡萄园内面，伊来到这个园内要来找果子，却找无，伊就对这个管园的人讲：你看，这3年我来到这丛无花果树遐找果子，拢总找无，该错掉，何必白占土地呢？当时这个管园的人讲主人，今年上请阁留伊。听候我将周围的土甲乌松、甲应肥，以后呢结果子就罢。若是无，咱才将伊错掉。所以无花果树被栽伫这个葡萄园的好的土顶缘，实在是一件真特殊的代志呢。你知影？葡萄树的土比较肥、较好，总是无花果树确实无需要这款的好的土。所以，这个无花果树是处伫稳定的内面，伫优良的环境的内面，应该有更较好的时阵才对啊。不过呢，主人已经苦苦等待3年，却找不一粒这个果子。莫怪主人气噗噗，要将这个无花果给错掉。最后说，借着这个来警戒当时犹太人需要去珍惜稳定，爱去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来。他假设咧，约翰也捌见过将来受洗的人，法利赛人讲，应该就要结出果子，甲悔改的心来相比拼。但管园的要求主人施温，讲今年暂请阁留咧，听候我将周围的土甲掘松，来加上这个肥，以后若结果子就罢，若是无再来错掉。但管园的要求乃是野外稳定，不过是期限只有1年几年呢。换一个月就是讲稳定，也毋是无期限的呢。所以上帝伊虽然有这永远的自然甲稳定，不过人的活命也阁是有限的。当这个死亡介入的时，阁较是真困难来有了的。所以咱若无及时来悔改来得救，当死亡降临的时，就已经上晚了。悔改是上帝所受助所有活地的人最大的稳定，互人会通得到救恩的快乐，时常顺探圣神的引带，接着上帝所赐的真理，在日常生活中来分别做成，就是当今你我都要做的代志。但传道书第12章13节、14节讲，这事拢已经听见，总意就是讲，叫伊上帝谨守伊的诫命，这是正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稳重的代志，无论是善是恶，上帝拢未审问。所以就伫这个武汉，这个病毒疫情要会停止以前，当然，佫一摆来回应上帝下落步的警告，从最后所祈祷，真紧就要过来啊！咱就要悔改，免得上慢。阿们。我这条要来吟这个回应的诗，就是看我的手，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要搁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按怎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看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互我的脚步悠悠行。
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袂搁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按怎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又稳又定。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咱三个来祈祷，主必听大家提杯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当我看到北美洲最近病毒的疫情，也阁是不断伫升高的时阵，最近这个确诊人数已经飙过，就要将近70万人，67万、68万顶。但阮的心是好顶的震动。但死亡的人数也一直伫升高，我的心是好紧的来听。就是遐个离开世间的人，对这次的瘟疫的疫情来看，竟是上帝的愿望嘛。但遐个得着病、感染、死亡的人，是比咱更较有罪嘛？毋是。绝对不是安尼生的，拄着亲像主耶稣基督对市民人讲，也毋是这个人犯罪，也毋是伊的父母犯着罪，乃是伫伊的心中要显出上帝作为来。所以咱就要谨慎祈祷，咱就要悔改认罪，因为主耶稣基督真紧就要过来。所以咱就要认罪悔改，免得伤慢。愿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最后，牧师要甲恁祝福，愿天父上帝主爱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不会主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